14岁上李梦辰责任严害，不了日本鬼子帮扶迎让，只听见枪声一响，跌得在地。小凤小姨两高的当场昏厥，等到醒出来要去收尸嘛。但是可惜个后兵军师王军说啊，要把死3天15人不得移动，那么你都没办法，只能围住去。等到门闸出来过来一看嘛，说人人杀不见，离到4岁东北，当天下来嘛，有种人是该不晓得啊，还有种人什么是日本人的事体弄不清爽。里头有73个部队专门研究细菌，还会的尸体拿得去做人体实验噶。哦哟，有点后马玲玲。小红说：“你先生是该，挨到4开针实不武器在，叫你围住收罪。”小红说：“没好。”那么现在辰光，小姨们也是为的汽油市场，稍微随做没事，到上方接一接账。趁是500年的寿末，还会得收罪。大概到马高龙3号，因为搿点人侪死了一大个。第一阵谁是石先生的屋里，人阿拉海，不了海。多少么？你500个啥面孔旁头李凤春个阿条李阳妹，所以时代是伦敦路东方妹子屋里向去。现在辰光叫神去楼空。谢姨。在里向旁头娘行妹，拿4开个事体搭娘讲子一遍，母女两家头不头痛哭，哭出整整1夜天。等到门家走来，行妹拿出来兄弟一张照片嘛，就个金框里向包一包的，要让自家男人临先天的领带旁边重新包合一只领带。因为男人四肢不长久，未分短粗。所以领带不能出的，那个领带飞出，新的领带都要包合在上手里，仿佛领先天之领位；下手里，仿其李凤春之领位。短短2个海头不得，屋里向水狮子是昂头个比狗，还没正式为生死的个。正那个辰光，后头进来一个人，就是对门师大师的，叫于家良。家良了堂口说是听见冯春被害嘛，小弟兄就我要喝的了，要紧这事各得受罪。他到屋里向看见课堂给2只领带，母女两家头哭得一得不走嘛，哪分难过啊！阿三，你这爱保重身体啊！看见于家良，还没拿眼的了。家良，你这个人家同个家仆人房，是个才是眼睛人家，谁愿弄死来屋里的郎君两家头个？要紧努力都财务起来，不必收一收。小姨呢，要去拿冯春被害的经过应一日，得了于家良讲一讲。家良的性格和尚，听话们跳起来。这种石先生还算老乡人惶恐。这个，我马上去寻找你。你忙着外头奔出去到石先生屋里门口一看嘛，铁将军把门锁脱了海，重新再回过来。阿三，石先生阿拉收水啊？那收去，根本拿门锁脱了海。大概500面孔见你了，是了妹子打气子。哼，这桩事体不是俺便当无极的。我马上去寻光玉如所长，清理评评道理，不注身体，忙从外头出去呀。乃是一家公主，回家来自一个人，啥人么？谢凤。谢凤跟着先生石先生一道去了洞房哈。石先生对你说：“没事体，西门外头不许去。”阿有手嘛，干什么张婆谢凤搭离家商量子寻啥里？谢凤还觉得自家的身体有点吃不消，别个放心服了行妹母女，随对先生说个
石先生，你娘娘打醒来，会在我转起一打，你身体发大汗。石先生写得你10句话，吃花头。干嘛阿爷娘亲看来子不娘的去，点点分量，但不够。谢凤虽然刚刚上台，但是马东的呀，是口野人语，样样事体说都不能脱过头的，结发就必反，没办法嘛，只能答应。那么谢凤出开把洞房，一到了望镇西门外头去来，但满家龙山啊，他的理想一口嘛，只看见客堂间包括2扎领带，蛤蟆母鱼辣浪水林吃眼去，哪挨得了？识破个破得理想，风尘，风尘，你拿一大堆追着你，你拿不打我一大气哟，风尘。
一封，哭得死去为文。不比行妹看看了海，就看了眼里，痛了心里。一进过来，陆西风猜一猜嘛，不比开把雨浪下娘的身体坐定。哎，外头一个人议了议，那让进来，少得俺人一个40开外年纪，身浪向一身布车衣裳，我个出一身实心口音。此人叫范阿炳，随着冯春的市口去开始的辰光，路过两亭居下来的这个实心人。阿炳今朝就回来的，当他给到马高龙山的门口一看嘛，门口有个石灰圈，刚刚晒过衣裳，看上去随时该讲，所以你事实是我，让他忙着里向进来。行妹一看，门口头有一个马三人，让转发，啥人家？喂，你带啥人家去啊？一看出来个女人，30开外年纪，这张面孔看得出个逢春个阿娇。多少？我看见那门口有个石灰圈，里向刚刚烧过衣裳，我想拿个人家刚刚洗过人，是不是？给他阿有人狗屎，没人狗屎么？当你打啥家哦？多少？我是绍兴人，我绍兴了有3大行当，第一么崇祯做饲养，绍兴饲养名气大个；第二么酿酒，绍兴酒名气大了灭老了。第三嘛就是唱绍兴戏，绍兴大班，顶顶别家嘛就是忙卖锅菜，收西木会。俺今朝是来收西木会的。行妹不甘心打你多饭，该打不啥个西木会了该，来追吧，追吧啊！锅里戏子人嘛，总归要烧西木。俺收西木不帮侬个，俺会得付2个铜币的。到时俺不收西木会嘛，那还是倒掉。哎，闲话讲不出，这个西木会嘛，你就不怕啥用上，总归淡他。假使不你睡得起，我还我2个铜币，拍书啊还个呀。你在屋里想，不在动的人子呀。那么在新人啊，等个西木会朗退了。你才睡得起吧？有所在。进来吧。小闹。忙着里向进去嘛，只看见个课堂给2只领带，默默凄凉。多少？这2只领带，一个人高还是2个人高啊？一个人高，是狼犬。一个人过是狼球啊！哎，难怪侬多少是要难过的，俺旁边人看看心痛啊！哎，加上阿斌头皮里向李梦春搿点事体说了清，明白白。那么啥地方讲你，难当中的事体交关复杂，1-2句闲话讲不清爽。一周年头，吓得我今朝是来睡西木会的。但不是让我当山是讲引过去嘛，多2个引头，花2个领子。对，想到给他们做工的蛮好，要紧达到给他领带们这2只指定不必浪向。好，一到手到手到，哟，奇怪的，嘿。奇怪噻，还没对你忙忙，心里想了啷个奇怪噻，啥么子奇怪着？三小人啊，多少？你来啷说啥个？啥么子奇怪哦？多少？俺手学不会，手指20年噻。俺可以从学不会的人事高头看得出千变万化了。嚯！多少？不管侬相信不相信啊？谁不会？谁知20年？
才记开智慧智慧气这恩恩悠悠都在这盆里能见四怪飘过去上问落魄谁还能知有情难明应状告能知无门对手口能记他勾你忘的，能记他被小鬼推下在鱼沟子，记他早考大，记他上天里。听那可生在阴雨狗王进来都记下神机妙术谁人能莫看我狼在江丑陋后几困人之彼非是谁下跨海去身边多少拿来看，拿虎不拿男人的血不了，血不会拉拉往我，说明伊已经收到。好，那再来看拿虎不拿兄弟的血不，血不会黑出出个，说明伊为我又收到了。好，少个三岁人，可以从三不会的神色浪上看得出房龄昂水啥分水啥的。三岁人啊，多少？那么你哪会晓得我虎本兄弟的三不会嘛？你分水啥你？多少我们拿？那兄弟四东屋里还四东外头啊？死了外地的。四东外头，四东外头么要找文理如果，文领都找出来，怎么再好把领的？好，年纪大个人，行动应该了。阎王的高头要去报道，生死簿高头啊要去登记个。年纪轻的人啦，行动应该了，阳寿未到，阎王不收了，要快着为阳个。阎王的高头又去报道嘛，生死的高头又去登记了。像现在讲起来嘛，叫无可安留的啦。你少个媳妇，花到啥个地方去啦？那么三星人啊，你兄弟分得应该去买，人得少上花气走。要么喜人太多那种排队，为有轮到。像牙子这样飘了飘到外头，飘到啥个地方去都不晓得了。那么三星人啊，你兄弟的魂其实还周你。
到时候俺们那兄弟可人恶龙人脸呐！是谁呀？分心上们，囊生里哟，是讲有行的，是讲有行，咱们个文林都早就两有用上了。哎，跟俺在门那兄弟那个戏呀，不了日本鬼子枪杀的，不了日本鬼子枪杀啊！对的，对的。日本鬼子强生就像那个文林头，要他们大个时间分开了。哦，哎，哈妹一听，这个热心人可以从西部会的神色朗向看得出是钢的名堂的了。可是你同弟啊，不水里个在西部会送子不离吧？让你再讲点事体不让你听听啊！热心人啊，多少？那么啥个？哦，你西部会嘛，你努得起。同弟们，你不水那个，你再讲点事体，不让你听听啊呵。多少这个西部会了，俺不收个。哪了？像围困这个，裤子围子出去个绳根，俺吹掉在，到那个树洞上个入去了。哦，那么我呼把你男人个西部会，你睡得起吧？俺不要。现在看来了，那男人这条路线都通的了。要呼把那兄弟只有通过那男人这条路线。俺在刚刚清爽，那男人这条路线是阴曹地府的路线，倒不是中东路线。好在，俺保在。所以人立起身来，忙着外头出气。这水那袋袋里向没法，一个纸头拿出来，雨水都正好看。当子里头个米，忙着天井里向，啪一刀，人飘入而去。等来热心人一追，行妹努力个闲话从头至尾相够一遍嘛，只觉得闲话当中还有闲话嘞。奇怪，那个石上头里向来是讲一个陌生人呢？我的西人西灵噶，对，西人西灵的事体，但是听说过个。传说有一转，西人李仁阳路过东中是一家熟食店，陆家兄弟开的。只看见里向的酱料烧得喝得来，鲜红滴滴，全上不生意。当停下来嘛，但是陆家兄弟为人来得个喝，陆续喝水。那么李仁阳眼神一闭，变成一个干花子过去讨饭。哎，过去陆家兄弟喝两声，非但甚至有午饭，外加煎制一块肉不拉几。李仁阳等到那个午饭吃脱，邻居们在呀，拿身浪向披个一件洋子脱下来，忙着抵挡在门口一躲，人不知去向。等到陆家兄弟把转身一看嘛，但是干花子不看见，只看见抵挡在门口一件洋子，恶里恶错，杀人一家，一副怕杀用上，这个当杀三特之宝。那么我就洋子忙着走当该一伸，哎。但是稀奇的事体来着呀！登船之间，屋里向三个搿点酱肉酱啊，异香扑鼻，想是想得来，非是给他当中是连得古水高在门头上个。从此陆家熟食店名声大振了，生意好得不得了。但回首来，弟兄两家头分家，兄弟随了伦敦路粗放街头另外开出一家熟食店，起名陆家姐们雷手之间。我的今这个热心人，就是西人李仁阳的。所以说，你就不看啥个熟食店，这是西人的说话了，半夜乱点没事下来的。那个想法的谢凤一讲嘛，谢凤说：“阿姐啊，我想啥时看见邻居们是一样么是倒下来的呀，到了天井里。”哈妹眼睛到天井里，一个去人下来嘛，高手。塞上一个纸头头，一开来一看啊，一只香烟壳子，再一望嘛，上头写个四句闲话：即生不逢人则遗害，西营据说非你猜，非但失路杀出时，不是阳蛇中具真伪。奇怪，啥意思呀？生不逢人则遗害，日本鬼子侵略你中国，辣盖个乱世年间奉承臭则杀害。
因居所，非你猜。表面浪向说冯琛是新四军，还会得有啥个别个原因嘞？非但死路杀出事，事体未分得真相大白的辰光，任何可能才会得有。最后一句，不想手中举真为，也归在你去举气焚波，门门菩萨还有啥个指点？奇怪，这个四句闲话当中，像啥还有意思了喂？谁让这个辰光，余家两他围住来着？阿三，哟，谢峰啊，你也来海？阿嫂，阿三，我刚刚到所里向去过着，所长、士兵长是个，里外的门上还是守远的，14岁上大家才来平平的里自贡的，是个门上的你一道去。家亮啊，等些口，哪了？我当你讲桩事体呢。哦，刚刚来这个善心人呀。哦，石岗上石岗多，哎，你看呢？大街的水里。对上头的四句闲话，立口三遍。阿三，小凤啊，你也算是四个。哪？你哪个第二份看出来？那哈？阿三，家里啊？那个是一首平头诗呀。平头诗啊？阿三。这个一首平头诗呀！哦，平头诗哦。每个一句第一个字连起来，就是生死非搏四个字。生死非搏。那么你想生死非搏，谁是说冯琛的诗就是理想位于其他花头，就是冯琛分析呀讲了海。喂，家里啊！看上去是新人让读者好啊。好。这个新人呢？我要追着喂。追着。那么你哪副努力留下来的？你一不晓得你谁是新人了？那么这个，我马上去寻。哎呦，家里慢慢接口啊！你现在去寻不得，路到去寻个新人嘛，你寻不着关。对个，不过阿三，这个新人来过一道，肯定会得来第二道。眼睛闷热，顶顶要紧，谁是你好好叫休息。门上在那一头到树里向去评理。嗨个。那么要各种雷炮系登上么评价评审首席长无为技术，非常感谢收视电视市场啊，能够录这样一部严肃春秋长片。那么我呢邀着两位，最感动特子陌生人这样两位，那么伊拉年纪轻，那么自家么准备大不是哪顶充分。
所以台浪向呢，可能有点啥不得之事呢，大家要稍微原谅点个。啊，感谢张日军、雷云达两位老师能够让我参加这个一个上片的录制，从中呢也得到是不少么事，也学到不少么事。差不多。能够参加一次呢，还是机会难得啦。还为师呢，你也是第一次接触，还是受你自家硕士先生的生活。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拿你硕士先生的经历开口全部侪说出来的，非常的贴近生活。感谢电视台给我机会，感谢两位老师，谢谢。那兄弟，这个稍微定一定，还是从门头过来吧。哦。然后哒哒的来一句。嘎个么子台湾嘎，那也真正。平台卫视的每天第一点，这个书里向呢，讲到有一句叫打嗓子。啥叫打嗓子呢？这个也是来的这个习惯。搿演员的书上呢，定演出的日脚，一般呢从前嘛。还没啥个网络了、电话了，葛么侪是小信来联系的。或者呢，有其他的演员来推荐，说起来了，哎呀，哎哟，妹妹先生，还讲我帮你订一档。那么还有一种硕士先生呢，因为办出的不名气，上方嘛不会主动来联系的啦。那么你嘛不少朋友的，还不同行来推荐，葛么只能自个交代自个，亲自到市场里向去买菜事体，去订一档生意，搿个谁叫？打赏在书里向提到有一个叫班队，班队呢还称为叫班底，用毛笔写了大红的纸头浪向，贴了浪显眼的墙头浪向或者布盖类当中，那么带给他的个演员、书模，让他录达演出，做宣传了打广告的。那么班队浪向有辰光小车子了，还要出洋相的。你比方讲，搿辰光我到苏边去演出10万里军，那么搿辰光联系业务的老师呢，小心改。那么你个时间呢，晓得连拆，拿你个名字呢插得比较开。那么上方拿到嘛，眼睛一花嘛，你笑出来个班队呢，哈了，本来是苏兵后勤代唱万里军，结果班队浪向出来个是苏文武后清镇代唱万里军。我想也只有美孩子拿我清镇分红色了白多嘞。另外呢，你也刚刚落位，那么演出结束。搿个呢，3落位呢，就是指演出到一半的辰光，葛么也暂停片刻，演员呢休息一些，听课呢还可以吹空去上个厕所。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大落位，就是指每日天说个1位数，结束在今朝随时的改到明日清早。随浪情况当中，搿张台子浪向立起来一个人，60多岁，水上的子。2只眼睛炯炯有神，一位王爷啊，啥14岁上有王爷噶，是真知他的太王叫韦竹清，嚯，一头相当。这2声真知他呱呱叫，20年来称得平台家的份上有，而且这个肚子都生不少才是相当，像沈九、谢谢清啊、韦欧英。包括陈锡安啊，还有这个CCF 了、佘小华了，包括现在的尤显良各部分，侪是那个肚子都生。来了60多岁，德高望重，想起这个龙骨追过来，到是县长边浪，这个县长，那么见面的喊我一声阿叔干。我们不是啥今朝也讲脱那2声子，奉劝这个小囡是好个娘，这2声水呱呱叫，对我们老年人也是真经得脚。啊是，这个好个小囡，我这里把东洋人枪毙脱，啊心痛了不心痛，
在我看起来嘛呢，冯春山姑娘你争取他里向的三方去，碰着这个秋落节。先生，你刚刚看，该桩事体，你做得一上路来，不上路。边浪向个余家两都有车出来的，这个就亲了点，你到底是他话，这两句闲话讲大有道理了。赵县长是不这样想的，不过你讲放弃么碰着这个曲落桥，我觉着个李凤春碰着个比曲落桥还要曲铁桥，这个真家伙。那么李我来我来讲他俩上啊，来，啥人家？那刚刚海我们点活龙着人，大家听声音就晓得，关羽这个大相当，徐文之先生。